我们日常生活中会遇到一些状况，需要给对象建议，所以在回答时，我们要先称呼对方，然后针对互动原因，也就是重复一下题目的状况，再加上我们的做法或建议。我们来做做看这一题。有一天，我同學阿強行路半車急到水，3歐洲咧擋錢，唔會講到乜嘅話來安慰佢。好，用回答模式後，對象是阿強，互動原因是3區歐洲唔怕啦。我們的做法是安慰阿松，並給予建議。你冇出傷時候咧，人哋夾夾轉去不卡，同歐洲嘅3區彎落來，卡秋葉哦。因此，可以這樣回答：阿瓊，3區歐洲唔怕啦。你冇出傷時候咧，人哋夾夾轉去不卡，同歐洲嘅3區彎落來，卡秋葉哦。我們再練習一題。我同學嘅面孔有胖散，唔會用唇同佢講。套用回答模式後，我們可以這樣回答：阿妹，我面孔有胖散，夾嘅同佢拿落來，唔好帶胖包哦。我們再多練習一種給阿妹的做法與建議。阿妹，我面孔有胖散，愛捱同唔總皮毛，這唔會本人笑哦。